相先啊！好，準備啦喎，我哋嚟 music 啦喎，1、2、3。對方啊有手心嘅交流啊，當然啦，中間配合埋個眼神喺度啦，咁啊眼尾之間啊更快咧可以有個互相有觸嘅感覺咧，可能行咗個舞蹈咧就已經好快可以交流到啦。哇！真係非常之厲害喎！我哋一路慢慢上，頭先嚟到唔到大概10分鐘嘅時間就已經係 OK 啦喎。咁啊各位嘅單身嘅男女啊嚇，唔好淨係掛住記舞步喎，眼神交流緊要嘅喎，即係跳完隻舞，記得啲 step， 唔記得對方，咁就大件事啦。好啦，啲冰山開始劈開啦嚇，有啲笑容啦，變咁多位開始有啲。好。